即马共款要来为大家介绍是讲甲脚的动作相关的台语字吼。咱即马第一字要来介绍叫做拜，就是动物的脚有残疾，走起来身体歪歪斜斜，不能平衡哈。咱比如讲，一行路哦，拜咧哦，就是说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哈。啊，搁过来下骹一字来介绍叫做跪啊，就是两个膝盖弯着着地，咱譬如讲跪拜哈，就跪着拜，或是讲罚跪哦，这囡仔定定拢会向罚跪啊哈，罚跪嘛，或者跪算盘，跪算盘哈。好，再过来，接下去这个字我们念成跳，就是以脚蹬地，身体往上、往下或向前的动作。比如讲啊，切跳啊，切跳就是像麻雀一样的跳跃，就是切跳啊。过来，咱要来介绍一字叫做吞哈，它左边一个足字旁，然后右边一个草屯的屯，叫做吞啊。就是它华语的意思是乱踩或者践踏，就是吞啊。咱譬如讲哦，眠床互囡仔吞甲歹去哦，眠床互囡仔吞甲歹去哦，是床铺啊被小孩踏坏了哈。啊，个过来这里叫做西，就来回走动绕行、盘旋或者是散步。咱比如讲，我已经洗3点钟啊，就他在逛街逛了3个小时了哈，我已经逛了3个小时了哈。感谢各位。